love and faith。Cat 今日想同你哋講一個故事咧，係最偉大的愛。喺園子裏邊，跟住喺逾越節晚餐之後咧，耶穌就同門徒去到一個院子裏邊啦，就話請同我一起祈禱啦。但係門徒太攰啦，好快就瞓着咗啦。耶穌只好自己一個向前方走，向天父祈禱。耶穌知道自己快要死啦，士兵嚟到園子要捉拿耶穌，佢正等候着士兵嘅行動，都知道一切事情將會如何發生。我哋今日嘅故事講完啦，下次再見。Like and subscribe。